你做咩㗎？我做警察嘅。我打嘢跟救命！我打火機啊！去咗8年卧底啊！警隊唔會當你普通差人，揾人跟你係正常程序。咁使乜你自己伙計都唔信啫？你行得正企得正，驚咩啊？你有冇同以前包仔鋪啊？好多卧底就因為 keep 唔住，搞到大鑊。我真係 friend。你究竟係兵定係賊啊？你講夠咪仆街！冇啦，行開啊！你換轉係我啊，8年之後我都唔知自己係人係鬼。入黑社會又做差佬，做嘢都無厘頭。